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民。今日咱继续来关心疫情这个部分吼。咱看来讲，今日这个案例又过来下降吼，是今日是这个47例吼，但是死亡人数又来冲关，今日是13例吼。但是咱嘛看到讲，照过去吼一步一脚印，安尼来围堵吼，拢是好代志啦吼。咱今日嘛会当讲到。莫德纳全面要来开始做，咱讲是250万吨吼，其中一部分吼，咱真正感谢美国啦吼。今仔看到讲指挥官吼，因特别吼挂这个喙烟嘛是印有这个美国国旗吼，阿明我吼共款嘛有一个喙烟是咱感谢日本和这个美国啦吼 ，Thank you so much and 阿里阿多啦吼。真正咱即阵会当开始来做，咱等下好啊讲到。莫德纳这支车内底吼，甲过去的这个车有啥物款的这个无共款，较有路这个部分介绍互全面的这个观众朋友来听。但是，咱昨嘛有讲到一个大重点，就是讲即阵吼 Delta 变种病毒会传入来台湾，所以咧，咱可能爱好好来围堵，尤其啦吼，像咱过去讲即个东半以来，咱讲吼境外围堵即个部分，咱讲迄当阵拢是隔离，有当时啊你是居家隔离，但是即阵拢无共款哦。即阵咱讲吼，即个集中检疫所也好，也是即个防疫旅馆也好啦吼。过去有人讲为什么爱吼入来的时阵就做体检，即阵指挥中心嘛顺应着真侪人的这个声音啦吼。7月初2开始，入境的这个旅客全数爱来进行 PCR。另外，咱看到讲伊这个通道也好啦吼，伫咧机场遮拢有做好规划。你若是阳性的话，咱就讲吼，直接爱去送隔离啊啦吼。另外吼送病院，另外咱嘛看到讲，即回本地私人。即个咱讲会当吼较放心啦吼，即阵咱看到讲屏东即个 Delta 即个群聚即个部分，咱看到讲今日拢无来吼增加任何即个案例啦吼。咱讲伫咧帮疗病院遮，即个门诊也是急诊即个部分是哪来哪明确？安怎讲咧？咱来讲吼，即个吼去做一寡即个咱讲调查啦吼，门诊甲即个急诊可能隔一个即个吼，咱讲即个诊金尔啦吼，所以遮咱会当看到讲会当吼得到讲即个感染源。可能哦，伫咧时间上啊，伫咧空间上吼，拢有即个直接的即个部分，所以咱讲屏东，这是互人较放心的即个部分吼。另外，咱嘛讲到即个湘北市的即个趋势，嘛是有咧降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即阵新北市吼，真正有做较好势淡薄哦。咱看到讲吼，即个居家隔离内底去确诊阳性的即个部分，也是较悬吼。代表是啥？代表是讲即个社区感染的人已经较少啊。这代表是啥？台北市遮颠倒是乌数，还是讲即个社区感染的较侪？另外，咱过去讲即个咱讲吼，即个卡热，还是讲即个行踪的即个部分，台北市遮是拢无咧公布，但是昨开始公布，有一个咱讲吼，即个医生啦吼，伊确诊啊，伊看过200个人吼，即个案例，咱讲吼，遮就呼吁遮即个民众吼，若是有去过即个病院，也是讲诊所的，都要紧来做一寡即个体检。另外，咱讲到即个高雄遮是一个好消息，咱讲高雄即个凤山即个大楼本地嘛是有群聚，但是咱看到讲即个单机牌市场吼，真正是较吼即个替换的即个做法啦吼。虽然讲甲遮个人拢去送隔离，但是咧，伊即种做法，咱讲会当吼，甲即个病例甲切了长。另外是虽然是新增加，但是拢是昨都已经控制好势啦吼，所以咱个会当较放心一寡。另外，行政院则嘛成立一个组织。买 BNT 疫苗专案吼，嘛是互人讲吼，未来咱这个疫苗也咧欠的这个时阵，是毋是有另外这个 UB 还是讲吼 mRNA 这个疫苗会当进入来台湾？另外，咱看到讲吼，这台美 TIFA 吼已经结束啊，有咧讲这个疫苗授权代工的这个部分啊，但是有人讲哦这可能是咱台湾政府家己咧想的尔啦吼，其实美国拢无稳准也是无答应吼，到底这个内幕是啥？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对话。现在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来宾邀请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必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何教授。第二位咱要邀请到这个基层医疗协会副秘书长刘汉忠。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第三位咱要邀请中山病院妇产科主治医师林静怡。阿明好，大家好。首先，咱要先带大家来关心吼，这回咱讲这个 PCR 吼，咱讲。入境了后，就要开始来做。这甲过去较无共款吼，但是种部长伊嘛讲到吼，即阵的这个时空背景，甲迄当阵吼，真正有淡薄无共吼，伊嘛是愿意来改变，先做来听。那本土的病例有47例，那这个居隔居隔里面验出阳性的有21位，好，那境外移入有3位，那死亡的个案有13位。
新北市20，台北市18，桃园5例，高雄2例，新竹县各1例。都要检验3次，只是检验的方法各有不同。大概在重点高风险的国家，就以前我们常常讲的专案，就以现在的情况，那进来就要到集中检疫所，然后采检 PCR，采检 PCR。中间的时候，我们在第10天到第12天要以家用快筛采检1次。那解除检疫的时候，那在 PCR 再检验1次。在其他的，我们在入境的时候，也要在机场做 PCR 的采检1次。那检疫14天期间还是一样，就是在10天到12天还是用家用快筛采检1次。那在第12天到第14天，完全要解除我们的检疫的时候，再采1次的 PCR。那这些在入境的所有的旅客，如果在检验出阳性的，那我们都会送基因定序。是咱看到讲这回入境的这个部分PCR真正来去进行本地咱讲针对这个高风险的这个国家内底集中检疫所，还是讲这个其他不是高风险国家的人因送入去这个防疫旅馆咱讲进前是安这个干这个高风险地区的人爱先进行着这个 PCR 第1届这个采检，这阵无这阵拢同款入境的时阵就去做采检嘛是表示讲咱过去这量能较无够的时阵，咱这阵已经恢复正常会当伫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入境的时阵，都会当开始来做。尤其这阵咱的这个入境的这个人数嘛，无真济啦一天差不多500尔，所以安尼来去做就避免讲可能有一寡这个屏东这款这个伫咧 Peru 等来这个马孙这款案例何教授你安尼看？这回这个咱政府一寡政策上在改变。伊这调整是因为即马这个病毒拢咧改变嘛即马这个Delta 这个病毒伊传播足紧的啦，所以咱是先知影是较好。尤其伊即马已经线到足侪国家的时阵，咱真歹去分讲倒一个国家是风险上悬的，因为逐位拢有啊。伊即马伊去到倒一个国家，伊就变主要的，真紧的时间，伊就变一个上重要的病毒踮喺迄个国家。所以咱真歹讲去预测讲倒一个是。较麻烦，所以伊安尼做当然是甲伊支持啊。嘛无伊安尼做嘛，毋是讲伊英国做的毋好，伊这是迄时间咧调整即个病都无共款嘛，对吧？这如果我讲足侪遍，疫情就是咱咧拍，拢咧听，拢咧叮当，咱就随时调整安尼。OK， 有影啦所以咱看到讲毋那是这个重点高风险的这个国家入境的人即阵讲是10天加这个12天内底，伫咧这个用家用这个快筛家己去采检1届，然后另外其他的这个嘛是共款 PCR 采检1摆了后，伫咧检验14天期间伫咧12天至14天PCR 以外，另外嘛增加到10天到12天嘛是家用快速采检啦讲甲可能你安尼拍甲啦但是伊要做的就是差不多3届的这个意思继续请教老医师啦就是做3届的意思啦。但是头2届头前1届甲后尾1届是这个 PCR 中间才是用这个家用快速采检。是，这点非常好啦。我想咱的市长部长原来会按时间来调整咱的这个要安怎处理实际上，咱台湾的入境你含日本、含新加坡、含韩国来比的时阵，咱拢是较无遐严的较无遐严的。实际上，阮足早就一直拢建议讲，你要顾内底，你一定要甲这个外境入来的一定要顾好。你看咱最近的2届的这个出问题，头1届就是华航这个问题嘛第2个来就是这届这个秘鲁这个秘鲁这个问题。所以拢是不管你阿尔法、贝塔，拢是马口话入来的嘛。你上好的一个方式就是甲挡喺马口。所以阮感觉讲，你若这个所在挡好好势，咱内底才有时间来注意用啥。OK。嘿，是安尼。是，但是咱嘛讲到无一定可能是这个华航带病毒入来，可能是伫咧防疫旅馆这个部分，咱讲这个欠口还是破口伫遮，嘛无一定是这个华航啦尤其咱讲防疫旅馆嘛无可能嘛无一定是完全是这个 Novotel， 其他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还是桃园这防疫旅馆到底有做透了无？但是这阵
防疫旅馆这个部分，当然是这个其他入境的这个旅客但是重点的这个高风险者已经去送去咱讲集中检疫所所以咱讲这条线其实嘛要分好清楚啦另外咱讲5条线你若是有这个PCR 阳性的，伊就是开始去进行到这个病毒基因的定数，继续去请教林秘书内底啦这回这个调整有人讲是较慢但是这个嘛有人讲这当是这个中常会民进党内底这个。咱讲这个主席这个拍板才去决定的，你敢有听到这款的这信息？我是无听到讲是中常会内底讲这件代志但是中常会内底爱去掠着，因为执政党你爱去掠着即马国家重要的政策，互咱其他阮党内其他人了解，我感觉这是必要的。但是其实我感觉真的一个重点，咱拄仔讲着讲爱抬3摆内底。这种咱讲重点的高风险的国家，转来的这个部分，伊改做你一定爱入去集中隔离检疫所，这点是绝对是较重要的代志。因为咱即摆披露这条伫屏东，伊是等于厝居家隔离嘛。咱本来有分工，你若伫厝会当咱讲你拢卖出来，甲别人用无共款的这个便所啦、洗衫巾，你一个人一间，我互你等于厝，互大家讲需要较省钱的点但是即摆甲高风险的国家算作讲你无这个条件，你一定爱去甲人讲集中隔离，这条是较好管理。就是讲你这个规定内底，你讲你有逃走出来，啥咱拢唔免烦恼你就伫遐。当然嘛是爱讲咱的 PCR 的这个能力有比去年加好足济。去年你大概讲咱实验室这边大概3-4点钟上紧即摆会当20分钟，所以是安怎即摆北农的代志。咱讲中央甲即个台北市讲，你唔免伫遐咧快筛，你用 PCR， 你用 PCR 较准，就是讲你若快筛15分钟 ，PCR 20分钟，安尼 PCR 等一下就好啊。是啊。当然，迄有真侪条件爱配合，包括讲即摆若入境的人有较少，你唔免讲一群人，你若像讲回去转来一摆1000人拢挤伫遐。大家拢等20分钟，就足恐怖的，因为迄个所在你又搁加拖出去。但是你若讲这个部分会当较顺势，安尼就较无烦恼。这去大家就是讲大家若有确诊阳性的，是要去甲做伊的 DNA 定序的原因就是呾。是。既然咱即摆讲Delta这个突变有较严重，伊嘛较会拖，所以你甲看包括屏东，即摆伊拖出来，就是讲有感染的人内底，伊家伊空起来的，空起来讲去集中隔离的。迄差不多400外个呢， OK， 感染10几个400外个关伫遐要验，所以讲是安怎针对这个有无共款的措施？真侪人讲你若去年无爱做，去年甲呾都无共款，是啊，咱在临床阮咧治疗病就是安尼，你若轻我有较轻的药较重我较重的药你袂当讲你若即摆要互我较重的药那我用较轻的药你去年都无遐重，所以这有的人是。为反对而反对啦，伊就是坚持讲要安尼但是真重要一点讲，咱的指挥中心你袂当讲真，怎讲你要有弹性啦。知影讲去年的状况是安怎，咱即摆安怎做，会当做讲咱的防疫上好。我上尾要补充一点就是讲，今年咱不论讲到讲华航的机师，还是讲这个 Novotel 迄个饭店。在咱的民间有一点的原因是，咱差不多4、5月遐，因为疫情较稳，较稳，所以大家真正咱喙炎较无在挂啦，这就是。咱讲指挥中心讲到叫做防疫疲劳啦，你防疫内底到尾大家会忝，会想讲无即摆偷莫安怎较好，所以这点呐，咱即摆在看Delta病毒来看，咱的对境外的这个政策有较严，但是咱境内底咱嘛是爱想较认真的，就是讲，这个我看甲今年年底甲明年过年喙炎拢唔好放啊啦，有影。真正啦，咱讲这回啦唔管是咱讲疫苗够还是无够咱嘛看到讲其他这个国家，虽然因做疫苗的这个比例也是涵盖率拢是悬的，但是因嘛是小可抑个有是确诊的这个案例，咱好不容易即阵会当降到40几例啊虽然咱这个疫苗够的这个速度有影有来，但是够的速度较慢，但是咱讲爱有信心，但是咱讲的上重要过去无疫苗的时阵，咱嘛是爱挂喙炎。但是千万莫有这个防疫疲劳的这个状况啦这阵咱嘛看到讲，今仔日开始咧做250万档分配开始做，咱讲这个疫苗这个部分嘛会当甲这个涵盖率提升。另外咱嘛看到讲昨这个41万档的这个咱的这个疫苗嘛是到货啦首先来看到讲这个 AZ 预防社这个 Moderna 预防社这阵住的人第一剂咱看到讲 AZ 的这部分已经有186万人安尼第二剂人嘛有4万人，所以拢总加起来差不多190万人Moderna 这个部分伊搞的这个速较慢但是伊尾这个数量来讲是比 AZ 较济，这阵是第一剂13万人另外咱讲安尼拢总算起来已经有8.52%啦这阵咱就要靠带观众朋友来看讲今日大规模注射这个过程，先做来看。
做一针就会当预防感染新冠肺炎。7月初一起，注新冠疫苗无限手牌，而且注射对象扩展到第8类，也就是65岁以上长者拢总会当注射。也毋过，又爱看各县市准备状况，像湘北地区注射对象也是以72岁以上的长辈优先。专家表示，国外经验显示，疫苗覆盖率至少爱达到2-3成。达到群体免疫，才会当降低重症还是死亡率。全人口如果是接种到差不多20%以上，会开始看到疫情下降；30%以上，疫情可能会受到几乎完全的控制。也毋过，专家也提醒，做疫苗毋是3级警戒解封唯一的条件。尤其最近高雄甲屏东陆续出现群组感染事件，病毒一旦进入社区流行，7月12想要降级还是解封，恐惊有困难。如果现在还有 case 的话，那一个潜伏期是14天，这样的话可能会超过12号啊。如果是这样子来算的话，如果今天还有，昨天还是今天都还有的话。专家提醒，做完疫苗了后，需要2礼拜时间才会产生抗体，而且由外爱落实定洗手、挂嘴安等防疫政策。另外，国际陆续开放男女子无共手买疫苗，指挥中心回应表示 ，A 类男子莫德纳疫苗的相关试验计划正在疫区中。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即阵大规模开始咧做咱嘛讲到即个台北市也好，也是讲其他即个所在有人讲分无即个通知单但是咱即阵来看到讲即个疫苗到货即个速度也是数量啦咱讲昨第8梯啦即个6月30。佮有41万吨，这是咱家己买。另外，咱真正头段我嘛感谢过，就是这个250吨，今开始做的这个部分伊后期10月27、11月初2、11月初7相信拢伫咧7月拢会当做好了啦但是这个注 AZ 预防车爱有啥物款的注意的这个部分尤其咱讲即阵 AZ 嘛差不多要做完啦但是即阵伊讲会当互咱选，但是即阵 Moderna 是大宗真侪人嘛想要抢。咱讲甲过去 AZ 共款。注意下拢有一寡这个风险，但是面对 Moderna 爱搁注意啥物？咱先请教何教授。Moderna 你即马去做的时阵因为伊迄较你会感觉做完今仔日明仔载，你会感觉较疲劳 ，OK， 可能较会发烧，是，你较镜头较大一点嘛。但是迄拢无重要啦，迄毋是无啥物代志，你好就好啊，过去就会好啊。是，所以这是较注意但是 Moderna 这款下对少年的查甫的可能差不多一个月一礼拜了后，有一寡真少的人会有心肌炎是，迄比例差不多100万10个几个安尼，所以算讲是罕见的差不多罕见的迄个，但是迄嘛毋是真严重，拢会好啦。所以但是咱即马做的拢较是大人，所以较免你想啥物有诶无诶，拢无代志。咱嘛有听人讲Moderna 是第2档，即个副作用可能会较重一丝啊啦迄是第2档诶代志。OK， 所以即阵第1档，迄档阵才来烦恼，咱即阵会当做就去做嘛看到讲注文真正是大家想要抢破头啦但是咱讲即个 AZ 预防车，伫咧美国互咱的即济甲咱过去啦伊会当做的一罐内底做无共款的人。毋是无共款啦，数量无共但是伊有啥物爱去注意？咱讲过去有一寡较碱性的这个做的这个方式，即阵敢会当派上这个用场咧？咱继续请教老副秘书长。即嘛是安尼啦咱即批咧做的Moderna是美国送互咱的250万内底110万分2批所以即礼拜7月初2至初5做后礼拜7月初10至18中所以有2批咧注这250万支的针。即个Moderna是安尼啦伊的实际上，咱以前拢一直咧讲 AZ 副作用啥足大的啦，足危险的啦所以足侪人、足侪老伙仔到尾也拢毋敢注。实际上，咱讲Moderna AZ 迄阵咱注预防车有关系，敢若有关系，400几个嘛，400几个嘛实际上，咱伫韩国迄边的经验内底就是即种 message RNA 即种的预防车 AZ 你差不多10万人有一个会过身甲预防车可能有关系。OK。你若讲会用辉瑞，因为因是注辉瑞，就是含迄个Moderna实际上是共款类似的物件，message RNA 的即种的预防车，因10万人是有3个所以实际上。咱以前咧讲 AZ 的时候，拢足惊讲有足侪副作用，
啊，实际上是咱的其他的这个预防车是较无遐咧渲染吼，较无遐都一直咧讲哦，伊的副作用是啥，副作用是啥，是，所以大家可能较无遐熟。啊，实际上这几个预防车拢差不多啦吼，你做起来拢差不多20%-25%的人吼有副作用，包括伊人感觉会酸吼，会规身躯酸痛吼，阮咧有诶痛甲讲眠床无法度倒落去吼。无法度坐，伊要无法度趴咧困吼，伊一定要趴咧，无法度迄个倒落困。OK。会疼甲敢若去互迄个啥，去互卡车弄着安尼。这严重。嘿，所以疼的即种有开始有即种的情形啦吼。啊，迄个另外就是发烧啦吼，发烧。啊，发烧原则上阮咧做 AZ 的时阵，实际上阮做侪迄个医生护士啊，烧到30几度，39度外，做侪吼，做侪。所以迄阵阮开始咧做的时候。甚至讲，这哪会啥物25%，这差不多100%嘛，差不多大家嘛拢副作用拢做明显的。是。啊，这点实际上是安尼啊，咱的指挥中心吼，实际上原来应该教育咱的百姓吼，讲预防车实际上哦，你还未注意前，都应该互因一个讲机会教育一下，吼，有一个心理准备吼，有可能会发烧，有可能会酸痛吼。安尼，但是你若拄着这无要紧吼。OK。哦，即种物件实际上你较早甲大家讲的，大家了解的时阵吼，大家就愈袂惊。啊，咱何教授有讲着嘛吼，有一小部分超1%的人，有心脏发炎的即个问题啦吼。啊，就是原来共款，啊，迄个 AZ 有一个血栓的问题嘛吼。嘿，啊，就是拢注意这啦吼，大家都小注意一下，安就会使啊。其实咱讲吼，每一种预防车啦吼。哦，拢总有迄个咱讲的这个副作用伫咧，但是咱讲吼，迄个不良反应吼，这个事件啦嘛是有100,000,000,1、2尔吼，这个吼不良反应其实是少的，咱嘛是鼓励大家去做啦吼。啊，另外咱讲到这个Moderna这个部分吼，继续搁请教林秘书啦吼，咱讲即阵吼有看到讲啊，驻文的这个系统啦吼，台北市伫遮。可能吼，这个叫老岁人吼去无通知单啦吼，这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咱讲毋若是这个资讯落差尔，这可能佫会造成着讲吼真正需要的人，毋是较好业的，还是讲伊毋是中产阶级的人，伊颠倒想要做，但是做无。即摆台北市真麻烦，就是讲顶一批咱年岁佫较大啊，迄时是做 AZ 嘛吼，啊，但是因为顶一段时间讲到 AZ， 大家有惊着，所以有一寡老岁啊，伊长辈伊足无简单去预约着的哦，吼，迄毋是伊家己有法度去约着的，伊约着了，伊到尾无去，啊是讲伊到尾迄拄好迄段时间身体无爽快，医生甲伊讲暂时莫做，你暗2礼拜再来做。是。即马遮的人疫苗已经约袂着啊，伊若迄个系统伊入去约的是讲啊，歹势你已经做了啊呢，你顶一批就甲你预约啊呢，即马迄批人就来做袂着。所以这是第一点真麻烦，就是讲台北市进前的伊用安尼预约系统内底，伊的系统无处理了真好。过来有一部分的人，伊无能力去预约，啊，全做袂着。过来有预约着的，伊若拄好无去做，伊即马连要去补助，拢无一个系统通互伊做，这点是有问题。因为变做讲，你迄个年岁内底的人，咱的好多群体免疫全补袂起来嘛，吼。啊，即马是第二批即马嘛在预约，但是预约内底伊个有一点就是讲，啊，你若嘛无法度预约，吼，啊嘛无法度敲电话，啊，这个我无爱插你啊。吼，啊，这实在是伤过分啊，因为你毋好想讲，逐个长辈拢有法度安尼去处理代志。你若讲是年岁较少年的，吼，啊，甲你讲你家己来排，你家己来约。这我感觉较无问题啦，啊年岁较大的，你袂当去想讲，逐个年岁较大的人，伊拢有这个能力去处理啦。我嘛定咧想讲，我若到60、70岁遐，我若80岁遐，我有法度处理这种代志无？啊，我是感觉讲，你若徛到你做一个市长的立场内底，也是一个系统内底，你不论是为着你的市民较好，你爱去替伊想着讲，伊做袂到的是爱安怎？是。第二点是徛到咱防疫内底，防疫的是我当然希望讲，我这个逐个一批应该爱做些的人，拢有法度做着。啊，无愿意做的准煞嘛，但是你愿意做的我会当做着嘛。啊，你若讲一批内底愿意做的做袂着，你一批内底愿意做的，敢若做着7成尔。啊，你搁扣掉遐唔做的，啊，你敢若一半的人有做着尔。啊，咱即摆拢知影讲，拄啊讲着讲疫苗伊有济少有一寡副作用，吼嘛，真正有一寡讲，咱会看起来有关系内底死亡的个案，但是上简单一点，转来讲啊，若去染着咧，因为咱拄啊讲，包括 Delta 这个病毒伫英国、伫其他国家，慢慢有一寡人搁开始起来感染着，但是感染着内底有2个真重要的讯息，第一点就是讲。真侪拢是少年仔感染着死去，但是这些少年仔是无注着疫苗。OK。好啊，第二个就是讲有注着会染着，但是染着了死亡的机会足低。所以不论安怎看，若讲除非是身体有真特别的状况，还是讲伊的状况内底即摆暂时住咧，危险性真大。啊，若无其实若安尼比起来，去染着这个病较麻烦啦，会比做疫苗搁较麻烦。OK， 来，老师来补充。是安尼啦吼，咱台北市吼一开始的时候就讲。
咱85岁以上的人要做迄个网络的先锋吼。哦，当然这一开始的真侪拢是里长，也是这个后生查某囝帮伊的开始。无毋对吼，有一半的 IP 是伫国外，是，甲因迄个预约入来。所以实际上，阮迄阵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讲，你用这个方式，而且吼，伊内底干哪啥吼，身份证，电话号码，无名，伊无名，所以阮来一个敲电话去问，去含伊迄个约时间吼。尾下迄个市政府，因为阮有含伊咧开会的时阵，马上甲即个调整吼，甲调整过，哦，你也有人名吼，你也有时段。时间吼，你若100个拢积极做伙，你是要安怎做？咱咧加做乱的嘛，对吧？所以就讲1点钟的时阵，甲即个迄个时间吼，甲分开出来，分开出来，所以第二届的时阵，预约的时阵就好真济啦吼。OK。好真济，拄仔个建议有讲到讲，一寡老伙仔头前无住的，无法度搁预约啊吼，无法度预约。阮即马是安尼啦，阮实际上阮台北市艺术工会，阮甲阮遮的人吼，因就是讲因头一届因为预约过，即马无法度搁预约的时阵，阮甲迄名单，阮一个诊所拢有家己的名单伫咧嘛。你著甲投喺头前，阮著甲排所谓的无住的残疾啦啥，阮著先甲伊排在头前。所以你讲你家己诊所的这个名单是恁家己准备啊，是阮家己准备呢？阮家己准备。但是其他的人嘛是无这种资讯的，伊无法度去诊所要安怎？但是因为伊顶届来住无住着，阮遐有资料。阮遐有资料，所以阮后壁想就是会优先甲安排，互因遮老伙仔85岁以上、80岁以上的。互因有机会先报起哩 ，OK， 先甲因报起，因为咱大家拢知影讲，因遮人若有染着病的时阵，因的后迄个后果是较严重的嘛。所以这个所在时，阮就一直咧实际上是斗3工政府啦，因为台北市艺术工会吼，含迄个市政府，阮有开一个 COVID-19 的应变会议啦。实际上从去年正月到即嘛。已经开年外，所以阮有足侪资讯吼，拢有咧交流。但是即届，阮咧科批吼，实在是吼，即届有足侪代志哦，匪夷所思啦吼，有足侪代志的做法吼，咱实在是无法度去想伊的想法到底是安怎吼。当然头前已经有足侪节目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咱就暂时就莫个讨论。但是，阮艺术工会本身就是一直支持。大家尽量来拍这个预防针吼。拄啊，我拄有小算一下吼，因为台北市艺术即马有200几间的诊所咧斗注射。顶下迄个科批有咧讲嘛吼。伊讲诊所做的是99.83%的迄个注射率吼。但实际上可能敢若6成的这个四大人有做着。没有，迄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安尼。所以伊所以伊迄阵就感觉讲。诊所咧注意用下，即个效果非常好。所以阮后壁咧开会时，伊拢讲注意用下即部分就麻烦诊所来斗3工啊。这实际上是安尼啦，因为因台北市甲新北市的迄个市长的想法拢讲要稳，无要紧。即个所在，阮实际上是无法度认同啦吼。你即马就是爱紧啊，你无紧你要拖到当时吼。所以阮拢讲，你认真甲即个迄个。注射即个代志吼，你若个会当放互基层去做吼。基层我都甲算过吼，台湾有1万间的诊所，一工就会当注2亿支啦吼，2亿支。阮平常时咧注迄个流感的时阵吼，一工会当注30几万人。所以实际上咱有即个能力无？有。是。即嘛是无去用。OK。无用着，这是真可惜的代志。OK， 就是好好来去用到这个注文这个系统啦，佮先请教林医师啦吼，针对头拄仔这个老医师来做一寡回应。因为所以这个部分我最早我就讲啊，诊所其实是上高注疫苗的，因为较早吼，那你家去看资料内底，台北市政府因较早拢有遐个资料，就是逐摆若迄个流感疫苗来的时，就会甲诊所开会，倒几间诊所会当做这个物件。好，所以讲一开始我就感觉足奇怪，你若要安尼处理，你就应该甲诊所来讨论。逐间诊所吼，其实上简单，诊所因为拢真侪老伙仔拢是附近的诊所在看病。OK。你讲诊所伊拢附近就咧看病啊嘛，伊毋免搬足远的嘛。伊进前用迄疫的迄个所在，转变做讲伊疫起来，可能伊本来住大东区，伊走到大安区去住，伊换所在啦。你若是用诊所来通知，也是讲资料互伊讲，你边仔的诊所倒一间，你来遮住，尼就好安排。OK。所以其实诊所真正是上好处理的一个部分。我毋知影是安怎上头前伊要用遐遮侪真奇怪的系统。
啊嘛真希望讲国内未来，因为咱拄仔讲着咱500万剂的疫苗拢一批卖，吼，我搁补充真侪人看到迄表会感觉讲，哎哟，啊，等 AZ 拢做了啊，啊，我过来毋对，莫德纳做了后边无当做 ，AZ 咱7月份日本要100万剂要过100， 7月初8就嘿，7月初8要过100，所以有真侪可能第一批咱AZ 第一批做了，伊第二期的嘛是 AZ 会当做着，吼，无一定讲一定爱去用莫德纳安尼，啊，所以这个一批一批。你拄开始做无好无要紧啦，啊紧修改啦，啊修改真正上重要就是讲，咱卖互疫苗放伫咱的卫生局内底，放伫仓库内底，迄无效，你爱互伊住着人的身躯内底，啊尽量互咱的诊所甲病院，也是讲咱所有地方，咱的做大型的这种注射的所在，拢用上方便的方式，互民众会当做着。有影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台北市者吼有标出这个好心肝好啦，讲这个好心，另外咱看到讲吼，这个振兴病院吼，拢总有一寡这个特权的这个部分吼，到底什么人有这个特权吼？啊，其实今仔这个吼，咱看到讲真侪这个吼，这个议员吼有一寡这个质疑，台北市者嘛有做一寡这个回应吼，但是咱讲吼，回归着吼，什么是啊正常的这个管道吼，正常的这个第一类、第二类吼，过去咱拢分甲真清楚啦吼，毋茫讲吼，台北市者都学着这个教训了后，咱就会当好好来进行讲后壁啦吼。防疫优先啦吼，另外咱要过来关心的就是讲吼，这个咱的即阵的这个案例，咱头拄有讲哦，47例啊，这个徛家隔离阳性吼，21例啦吼，新北市里遮是20例，台北市18例啦吼，啊有人讲吼，这个居家隔离阳性，这个9例内底啦吼，其实咱会当去看到吼，新北市安尼算起来吼，今仔新增加吼11例安尼啦吼，另外台北市遮吼是12例啦吼，咱等下再来好好比较，但是咱要讲的就是讲吼。真济吼，这个拢是台北农产文销公司，也是宽南市场遮所画出去这个事件吼。咱嘛有整理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保持距离，排队准备做 PCR 的体检。北农第2果菜市场伫台北营总的合作之下，初一早起8点开始，一天内要完成3000人的体检。采检了后，摕北农快速通关的牌箔翕相，加做了后出入市场的民众。我们自己承销人要先顾好我们自己的健康。能顾到民众安全啊，对啊，我们承销人都顾不到的话，民众安全怎么顾呢？对啊，那我们生计也会影响到啊。当然是更安全的，这样最好了。不这样一直爆，市场里面都没有人敢来了。北农甲宽南市场标出捐助案，台北市政府启动批发市场的专案，伫做快筛甲人命车主疫苗了后，做大规模 PCR 体检的专案，因为做疫苗爱2礼拜了后才会发挥作用。伫这2礼拜内，市府规划做大规模 PCR 的体检，要甲可能的感染源找出来。包括北农第1甲第2果菜市场甲宽南市场，拢总爱甲11200个人做体检。按算初1、初2做完 PCR 的体检，初3报告就会出来。今天的执行的效率非常的高，然后他们也是每1个小时就把检体送回去，所以他今天报告就会出来。所以刚刚第1批告诉我的是副院长说，第1批部分没有阳性，所以还不错。7月7号开始用这个阴性证明，7月15号要用疫苗证明。现在新北市邦潮大湾北百货公司有一个专柜小姐确诊，新北市证实感染源甲台北的宽南市场有关系。大湾北为6月2到暗时休困以来，除了专管大消毒，市府嘛安排大规模的快筛。目前筛检的800多人也是全部阴性。至于公布特定的足迹，是因为柜姐在那个地方有可能接触不同的人，我们为了让特定足迹能够提醒在那段时间有到大安百去消费的市民朋友，除了自我健康监测以外，也可以去做筛检。除了大湾北百货公司以外，三重埔的汤城园区嘛发生群组感染，有5个人确诊。目前市府已经完成300多人的体检，报告拢是阴性。新北市除了推动企业规个做体检，嘛推动到厝做快筛，提供予行动不方便的民众会当做快筛，要阻挡家庭内底的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讲台北市伫咧处理着吼台北农产文销公司这件代志的这个时阵吼，本地咱看到讲这个郭市长伊讲啥是暴力式的这个吼处理方式啊，快速体检了后就要吼这阴性了后就要互伊注意方式，但是咱嘛看到讲真侪案例啦吼，内底看到讲快速体检阴性先互伊注意方式，但是买手确诊这支下是毋就浪费去啊？嘛袂使讲浪费，因为咱咧做即个临床试验的时阵，踮咧外国咧做临床试验时阵，嘛是有真侪讲你做头一档的时阵，14天以内吼，你若发病，你就毋是你就袂当甲伊讲你甲预防针有关系，意思就是讲
你即个14天以来，你无保护着啦。啊，所以迄阵咱嘛是看到真侪人讲，你做了预防针了后，你14天以来伊发病，吼嘛是对确诊。所以可能即款嘛毋是啥物真重要的代志啦。但是有一点仔浪费，有一点仔浪费，但是无要紧啦。OK， 只是讲迄当阵中央是建议讲我全面来 PCR， 但是今仔咱阁看到讲7月初1、7月初2、7月初3啊，几万人来去做这个 PCR， 这个咱讲对防疫的观念来讲啦吼，一开始我就做 PCR， 共款嘛，我机场即阵会当。清楚啦，较清楚，就是讲你。你发病的人就互伊发病，啊，即马再来甲伊照顾，啊，即马你若搁注意防射，即马来防射有啥物问题啊？搁就是你敢若搞不清楚啦，但是应该是无啥物大代志，嘛毋是大代志。继续请教副秘书长。北农这方面吼，一开始我感觉咧处理的时阵吼，都无讲介顺时啦吼。实际上我是甲王必胜因的执行长因的想法是较共款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做 PCR 嘛吼，你一开始就全部拢甲做，啊做了以后，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就去带医院嘛，啊无问题你后壁再甲注意用啥。我想这是一个较标准的一个流程啦吼。啊，但是伊一开始的时候就讲，我有上好的办法，我的办法是我要直接甲注意用啥。实际上一开始阮就想要奇怪，你哪有这种想法？你注意用啥？你安怎做嘛？是14天以后才有迄个抵抗力出来。啊，你即马咧缓不济急嘛吼，你一定是无法度说马上来处理你即马目前这个问题伫咧。所以啊，但是尾啊伊有修正啦吼。但是咱咧处理这个病农的这个问题的时阵吼，阮感觉足奇怪，就是讲第一个，你 PCR 的人吼，你规定人都要咧做 PCR 吼。啊，第二就是昨咧做迄个注意用啥时候，用游览车甲2000几人载去车呢吼，病院去注意用啥。另外一个我都想讲，你这个头脑是毋是爱搁小想一下啦吼？搁小想，你若无爱甲你的前进的迄个不管是做检查，还是要注意用啥，你都全部拢甲塞来迄个病农遮嘛，对无？你讲你人侪，我分10线，互你去住嘛，对无？10线，安尼是毋是规个人拢散开去啊？而且伊人佫毋免走来走去，毋免佫搭坐游览车内底无定佫喂来喂去。所以这个内底这处理的这个方式里面吼，内底吼实际上也佫有足侪会当改善的所在啦。啊，你讲若先注意用啥以后，伊讲迄有算浪费嘛？实际上无算浪费，无算吼，因为咱以前有讲过讲，你即马已经有得到过这个 COVID-19 的时阵。以后嘛是还佫注意用啥？是。今仔指挥中心是讲吼，若是确诊的，你有这个抗体了6个月再来做。是啦，是啦，是啦。啊，但是因为你即马安尼，你这个做的方式就是变无你用确定以后再来做嘛，对吧？啊，即马做，实际上是毋是一定讲有问题？迄嘛无一定哦。OK。但是就是讲看这个时间上，还是个顺序上啦，对防疫是啥物款的较好啦吼，这是咱。慢慢拍算起来，尤其咱讲吼，真正伊都已经确诊啊，你就互伊去做隔离，还是讲做一寡治疗了后，恢复了后有抗体了后，真正6个月再来去做，吼，这就是代表科学去办事哈吼。因为你拄染到的是你身体就有抗体啊。OK。啊，你染到了，即摆研究染到了后一段时间，身躯拢有抗体啦，就是讲你真少伫讲1、2个月内底，雄佫甲染200，这全世界足少的啦。所以咱做预防针效果是啥？就是治疗你若拄着病毒，你袂去染到嘛。啊，你染到你有抗体啊，你佫去注一支抗体入去身躯顶内，这是要创啥啦？所以现在会讲着讲半年后，你第二剂真正有效，你真侪研究拢感觉讲，你若染到了后，佫注咱佫注疫苗落，哪想注2剂的效果？因为第二剂会甲迄个咱身体内底对这个病毒的这种反应佫压倒起来。是。但你即摆是现人拄染到，啊佫甲伊注疫苗，这个物件全变真奇怪。啊，咱讲郭市长伊有讲啊，我要用足暴力的方式来处理，我要注疫苗。问题是讲，你甲当即件北农的代志，甲当咱报出来了，差不多要2礼拜啊。是。疫苗嘛还袂注了啊。啊，要2礼拜啊，啊嘛还袂太了啊。是。好啊，讲咱莫甲讲上早，咱讲上早第一个是5月啦，咱讲6月对，咱本来6月初的时，在我了解是中央这边就有甲讲你爱胎，因为你遮直直蹦 case 出来嘛。啊，你蹦人直直有人感染着，你讲一个染一个，你伫内底直直咧烧，啊，你是毋是讲一摆人数内底甲伊算出来了，一摆胎要煞，吼，胎3天嘛无要紧。但是我真同意拄仔咱刘医师讲的讲，啊，你胎的过程你就莫直直叫我病院去，因为我无了解讲，像咱郭市长，逐项拢要叫我病院内底入去啦，可能伊对病院较熟啦。但是咱讲
这内底你就卖互一群人安尼客调咧，还是本来我甲你伫无共打咧做生意，啊，因为要去做疫苗，我搁甲你坐做伙。啊，本来我袂去互你染着，我去互你染着，就是讲咱卖群聚嘛。是。啊，伊即马不论是胎，咱讲 PCR 嘛好，胎快筛嘛好，还是讲即马要做疫苗嘛好，啊，你拢甲人拢叫做伙啦。是。啊，遮我就莫搁讲，即内底阮真侪台北的医疗人员就讲啊，但是听讲因内底有的人啊，都毋是去遐上班呢。吼啊，也是讲去遐住的真侪是因迄间公司有关系，但是因兜的人无去遐上班，啊，想要安尼做，啊，若照安尼做，应该医疗人员的家属嘛，搁较有机会通做得着。所以有较乱啦。是。啊，希望我是感觉讲，希望不论是伊头前真后安怎处理，上尾也当紧来处理这件代志，因为咱看今仔日吼，今仔日这两个讯息真重要，就是讲第一点，咱有去看到讲一礼拜以来，咱的当然感染的个案有较少，但是这内底这图拢是讲，毋是伫隔离内底确诊，是啥物意思？就是讲，你若居家隔离，表示我知影你去互食袂着啊。哦。啊，我去甲你讲，你毋好出来。是。啊，你若有镜头了，甲你验，你确诊嘛，是安尼处理的。啊，你已经安尼是，你着去袂阁去喂着更较侪人。是。啊，这内底的数字就是讲，这内底拢是表示讲啥？表示讲。你去互验着的是，伊拢毋是在家隔离的人，毋是隔离的人，毋是隔离的人表示啥？啊，你着有同事，好，譬如讲，阮即两天有医生，你的患者，啊，你的甲你做伙食头路的人，也是讲你去打食饭的人，即点就较麻烦嘛。啊，今仔这个数字，我感觉这个数字真重要，就是讲，咱直咧看讲未来当然数量上会直直降落来，但是有法度缩起来无？台北市内底有2%的人，拢是无去互隔离的，无匡列的。是。啊，遮你2%的人，伊若讲有保护了真好，可能一个人喂2个人。啊，你若保护了无好，一个人喂5个人。是。吼，啊，新北市内底差不多一半啦。好啊，你看下骹这边，咱讲桃园，在我知影5例内底有3例还是4例，伊拢是隔离的，匡列内底去验出来。啊，若匡列就无毋惊嘛。OK。高雄迄2个就是去几栋大楼，去几栋大楼，伊即摆拢是集中隔离检疫，所以我直直甲伊睇出来内底，伊拢袂去喂着新的人。所以我甲看内底，咱讲无去匡列，有88%拢是湘北啦。OK， 湘北市吼，即阵咱看到这个数字内底，今仔日47个，爱去看讲这个居家隔离阳性。47.21吼，等于是26啦吼，所以内底是26，表示伫咧社区咧拍拍照。啊，这26个吼有偌济伫咧湘北市20.9是11，啊18.6吼是12啦吼，等于是23例吼，差不多3例全国哦吼，3例伫咧社区，但是拢集中伫咧这个湘北市，所以伫遮。北龙遮可能是一个大关键吼，尤其伫5月中，迄当阵若是压落来了后，可能嘛袂拖去到新北市。尤其咱看到讲，吼，这个昨有听到一个吼，这个自我体检用这个汽车，伊无去互北龙吼，这个环南市场内底去甲伊控制啦吼，伊是家己伫这个吼处理内底用这个体检的这个器材去验着阳性，才入去这个社区的这个快速的这个 PCR 啦吼。所以咱讲吼，规个拖去桃园啦，伊住伫咧桃园，所以整个啦吼嘛是爱。望讲这个北龙遮吼，今仔日是第1天的 PCR 尔，咱讲第2天、第3天，其实咱望这个数字是会当控制落来吼。这是咱讲农产这个运销。另外，咱昨嘛讨论到这个宁夏夜市啊这部分开始未解封啊。伊当然是一个指标，一个这个部分，但是咱讲伊是毋是变成一个另外一个破口，咱嘛是爱特别来注意吼。另外，咱讲会当较放心的是讲，这个内底啦吼，这个伫社区的剩3例尔。啊，咱讲已经控制咧，有倒位？有屏东的这个 Delta， 有这个高雄凤山这个大楼内底。今仔日这个新增加高雄这2例是昨伊就甲你讲，哦，就伫遮，因昨就确定啊，无暗号尔。今仔日甲这个暗号确定。啊，有人讲吼，这个高雄市长安尼做吼较硬啦，但是伊讲这是为着市民好啦吼。伊讲即阵全民拢来去做补助吼，这嘛是看到讲高雄市这个做法啦吼，后摆咱面对疫情的时阵，嘛是会当用即款的这个吼，咱讲的这个步数啦吼。另外，咱阁讲到这个屏东的这个 Delta 这个部分，即阵咱讲是哪来哪明确啊吼。啊，咱讲哪来哪明确咧？咱看到讲即张图啦吼，内底吼本质咧吼看袂到吼，这个小可怜的。即阵咱看到讲伫咧放疗病院吼有共时间伫遮做吼就医的吼。另外，即个空间内底，咱看到吼，这个空间就是这个放疗病院内底吼有第三间诊，啊，佮有这个第6啦吼。啊，急诊门诊吼可能都安尼隔一间尔吼，所以大家当较放心。另外，针对着吼，这个咱讲。台北市的这个做法，甲屏东的做法，有这个是准四级吼，对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这支 Delta 病毒啦吼，这个何教授嘛有另外一张图要甲咱说明一下。是啦，因为这个 Delta 病毒吼，伊就对
印度开始嘛吼，啊，即马走去英国的时阵，英国咱就要感谢英国，因收集足济资料吼，啊，互咱就知影讲哦，即个真厉害，因为伊踮咧遐差不多五六礼拜、6、7礼拜，就对差不多1成以下变到差不多99%的所有的病毒，拢主流的啦吼，拢主流的。啊，即马刚刚林医师有讲，迄拢吼会着囡仔吼，迄会着较少年的，主要是少年的无注意风险，啊老人有注啦吼，所以可能大家拢咧讲即个Delta，敢若迄个致病性有较悬一点嘛，可能就是看这囡仔伊咧踮遐算啦吼。毋过咱若看整体吼，这是英国的资料，这个真趣味，就是讲，这就是旧年吼，旧年春天的时阵，旧年秋天的时阵，9月的时阵，这确诊的人就起来，这是 Alpha，迄阵的是 Alpha 上头的2礼拜、2个月，啊，这是住院的人。OK， 啊，你看即马 Delta 嘛是开始哦，即马差不多5月，啊，即马7月、6月底，但是你看。住院的人减少，无增加足济，所以最主要就是讲，虽然遐囡仔有遐少年囡仔你甲算哦几个，但是因为少年囡仔敢若几个尔，迄数字无悬啊。但是咱即马就无老人，所以就是甲你讲吼 ，AZ 不管是 AZ 还是即个 BNT 吼，对即个 Delta 吼，迄个重症的吼，伊的保护力嘛是真好啦。这就是所以你看。去需要病院的人足少啦，这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咱就一直来讲，啊去注意风险，这是足重要的。是，所以咱看到讲吼，即阵虽然因有去注意风险，但是因是 PCR 了才去注意风险，这甲吼这个台北市的做法是较无共的吼，因真正较袂拍算起来，当安尼讲啦吼。所以咱讲到这个 NPI， 咱来做主管预防风险，共款喙炎爱挂吼，咱讲吼准4级，啊是讲会当降级的这个部分，咱这个物件拢总爱来去做好势啦，吼呢。老实讲，因为拄咧这是 Delta， 啊，即马这我就讲吼，英国互咱足侪资料的，所以咱就看到 Delta， 咱就知影讲哦，咱今仔安怎做啦吼。啊，这踮咧台北是英国做 Alpha， 迄可能传染无甲遐紧啦，但是嘛是真紧，嘛是甲迄个。你若是吼，这个无好发动，就是真紧啦。真紧，你就知影讲踮咧网咖的位吼，差不多咱即马有1000人，有9个人哦，因遐全部的居民1000人有9个人听到啊。啊，但是迄是确诊的人数。英国吼去做研究的时阵，确诊你即马过去看抗体的时阵，确诊的人数拢是迄个有抗体，就是讲有传染球的人，是，但是无发病，还是讲拢病较轻的人，比迄个确诊的人数差不多拢是美国去年热天的时阵是4倍，4.5倍，是，啊，佫较早的时阵是20倍 ，OK， 啊，迄阵就佫可能。敢若会当处理较严重的人，轻症的拢咧外口。啊，后来所以你即摆咱就开始咧问讲，咱台湾差不多偌济？好，所以你刚刚你拄仔咧看台北市有啥物无互伊迄个匡列啦？迄是照是讲吼，虽然做了无好是一桩代志，啊，讲咱即摆有人无匡列着，迄是另外一个代志。即个病毒吼，真歹处理啦，真歹甲根除啦吼。只是讲咱安怎防止伊这个数字，咱要下来的时阵啦吼，要清零。虽然这个教授过去我讲无可能清零，但是咱讲这个比例上会当较活咧吼，莫讲这个比例上，抑阁是这个湘北市占多数。未来讲7月12，可能嘛是真正看湘北市这个数字。一定袂使搁看这个数字对我来讲有够啊。OK。有够好啊。有够好啊。有够你搁关落去。你的害，迄落害经济放大啦，搁较怕，搁较麻烦。OK， 因为咱这会当处理啦。即马这就是少年人啦，咱的病院啦，大家拢会使，这会当处理的，咱就安尼甲伊处理起来。就大家就较努力的甲伊处理。OK， 唔通搁一直甲伊关啊。你安尼吼。过落去，你的迄个后遗症搁较大。OK， 所以咱看到讲，伫咧经济上、防疫上，其实还有一寡这个春秋伫咧吼，只是讲啊，甲咱讲防疫的这个上尾半场啊，咱是毋是好好一步一脚印吼？咱即摆咧注意风险，会慢慢啊起来。OK，拄啊
李炳林伊讲什么3层，迄无啥对啦。OK。我迄意思是讲，伊迄是对外国来，啊，你看外国3层，咱的迄个就是群体免疫是啥物？群体免疫是注意风险的人，加上传染的人。OK。啊，咱就无传染的人啊。OK。咱上济传染，以比例来讲，上济是咧网教。OK。剩的咱国家拢无啊，根本拢无，所以咱也知影讲，咱来搁较努力的来注意风险。但是咱会当安怎？咱有一个国门，咱那是甲个锁起。咱爱有一个信心，讲咱即马社区的病毒有，毋是无，但是真少。吼，伊会出现，时间到伊会出现。有人会破病，有人会，咱就踮咧迄个诊所啦，踮咧每一个位吼，咱就较努力来甲伊开检。OK。吼，你若有镜头的人，咱就甲伊找出来。咱即马就等遐有镜头的人。剩的咱就较甲啉来，咱安才会当生活，这是大家爱脑袋要转过来，爱小可调整啊。所以这个数字，这个何教授的意思已经算 OK 啊，然后已经咱讲吼，自这几波疫情来吼，差不多7礼拜啦，吼，咱会当感觉这个数字吼，表示咱过去咧做拢有效啊，然后，但是咱讲吼，真正的这个恢复正常嘛是真重要，但是哦。毋是真正常，但是较正常。微啊正常。咱互人有当吼，有信心讨食的人有当讨食吼。是。咱袂讲有人，迄是真对真侪人是真严重的代志。OK。咱爱一定爱甲注意，毋是干那讲，咱家己顾安尼，毋是安尼，一定爱。当兵拢爱看啦，了解。迄人生嘛是真重要。人生嘛是真重要。即阵吼，咱要搁先来请教这个林医师啦吼。今日咱嘛讲到吼，这个昨的这个体罚这个代志啦吼。咱看到讲体罚吼，简单来讲，有的人的这个意思是讲啊，你就是讲啊，你用化啦吼，这个流程感化等等这部分，但是这个有人讲，这个你的这个疫苗，咱讲大纲的这部分，其实美国无稳准，敢是真正安尼咧？我看哦，体罚这件代志，其实是真正对台湾来讲最重要的代志啦。啊，这内底毋是干那一个疫苗的代志啦。当然疫苗内底，咱先讲，即马咱的高端甲联雅因的国产的疫苗嘛，是迄时甲美国合作了，因的技术发咱的嘛。啊，体罚是一个搁较长的开始，因为日本甲韩国内底因咧讨论体罚，迄差不多拢爱5-6年以上啦。啊，台湾伫进前吼，差不多2016年进前，咱的体罚甲因讨论内底有几项物件吼，可能大家较毋知影。我伫立法院迄段时间，阮有修改几个真重要的法律，其中一个合作咱的合作医疗器材的这个法案。医疗器材的法案内底，因为咱的台湾的医疗器材法案有够麻烦的。你新的机械、新的这个医材迄个物件，你来申请吼，迄申请足久拢袂过啦。啊，毋是讲要方便申请，是讲你安尼你会对袂着新的医材。所以其实咱伫差不多2015年进前的时，就有讲着讲你医材的相关的法律，你要去修改，无你对其他国家伊的厂商也是好的物件要入来有困难。所以我会记得是2017年的是咱的医材，2018年的是医材法律，我嘛有修改。啊，还有一个物件就是包括咱台湾咱好多学名药，吼，就是讲美国因有真侪药厂因开足侪钱去发明一个新的药啊，咱台湾上麻烦是啥？啊，健保都甲你剁甲足低嘛。所以咱台湾的药厂，伊比如讲我无啥想要做新的药啊，因为开钱开太济咧，啊开遐济我阁无一定会成功，啊成功了后你健保阁互我1.52块，一点点仔尔，我无爱做。所以真侪拢是用美国迄边新的药啊了，咱甲伊单讲，你当时会当互我做咱的合作学名药，就是讲你的技术会当转互我啊。啊，其实伫2016年迄时，2015年的时，美国就针对这条讲，啊恁台湾的药厂你要用会使，但是阮的专利你爱甲我保护掉咧，你袂当讲。我拄开放了尔，哇！你就袂甲四界去啊，所以你要有一寡机制去确保讲因的物件无去咱偷摕去，但是咱台湾嘛会当真紧去用着，这是2016年阮有修法。所以体罚过来，咱讲的台湾甲美国真侪贸易内底，咱真侪嘛会讲着嘛，农产有讨论着无？吼，经济有讨论，咱讲真侪经济合作的讨论着。啊，伫医疗内底即马过来真重要，就是讲技术要安怎合作啦。这点我感觉是真有机会的，因为即摆咱的武汉肺炎的代志，互美国知影讲，甲台湾的技术去合作。对全世界应该是有好处，尤其台湾，咱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咱袂讲偷摕技术，但是咱会甲人合作，啊，咱的技术阁真好，所以我想过来体罚真开始
谈判，这个谈判过来真侪物件是可能要真侪年，但是这绝对唔是讲啊，这个物件敢若开一个门，咱疫苗就安怎，还是讲美国安怎？这个吼，我安尼讲，咱一般的民众无了解会使，但是你若进动，进动对于这重要的两个国家内底去讨论的这个睇法，你家己讲做讲啊，迄就是吼，要互疫苗经过，还是要互疫苗摕到啥物技术，这我感觉伤浅啦。是，这是一个门吼，拍开了后，陆陆续续要讲的物件也阁真济吼，所以咱讲吼，嘛唔是真正吼，干那一个疫苗吼，个的这个物件啦吼，其他的咱讲吼议题，还是讲吼，咱真正是毋是要洽签着？咱讲吼，其实双方的这个 FTA 啦吼，拢总会当伫这个吼基础来去做进行，然后感谢乡亲的民视看，咱再会，感谢，多谢。世人相欠债，到大海也袂清。爱相信，咱一定会搁见面。雨会来，天会开，梦才做一半，搁经一时，等咱相会。我请你。还平安哦，部长。